天父，我们在复活期的第二主日，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愿主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崇拜。好抱歉，我那时候忙的都没有来帮忙，实在很亏欠，实在很亏欠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讲到复活日那个晚上的显现，以及复活第二个礼拜的显现。好，这两个显现都有个特色，都看见耶稣的钉痕跟勒痕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、第二节，然后19节跟19节。那个当局逮捕了耶稣以后，立即就处决，定十字架就处决。所以门徒人人自危。他们想说，下一个大概又轮到我，所以有10个门徒，因为多马不在，他们就惊惶而聚集在一起，彼此壮胆。他们把门户都锁得紧紧的，他们认为门户一锁，死亡的阴影就不会来到。其实他们连自己的心门也锁了。所以路加惟妙惟肖的把他们说，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听见妇女说耶稣复活了，可是路加24章11节说，他们根本把它视为无稽之谈，不当一回事。结果没有想到，耶稣竟然大门紧锁之下，复活的主穿越门户，突然显现在他们当中。所以复活的主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活在我们当中。而且复活的主第一句话就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句话，就把手的钉痕跟肋旁的勒痕给他们看，他们看了就欢喜的。好，从恐惧到欢喜，从疑惑到信靠，这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2个，一个是耶稣的钉痕跟勒痕，另外一个是耶稣说愿你们平安。这句话其实是犹太人的非常平常的惯用语，但是复活的主的平安 Shalom 的意思是，我已经战胜死亡，他胜过人生中最深层的恐惧。我们人生中最深层的恐惧是什么？就死亡，对不对？因为死亡是我们现今活着人从来没有经验过的，同意吗？活着人从来没有死过，而死过人从来没有回来过。所以是我们人生最熟悉的，看到好多死亡，但又最陌生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死亡呢，把我们所有的亲情，亲如父子、母女、夫妻都隔绝，而且死亡也逼我们所有东西都要松手。你拥有万贯家财松手，拥有房地产都要松手。所以人对死亡真的最深的恐惧，而耶稣能够胜过死亡。换句话说，门徒们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那我这一生的痛苦、恐惧、无助的时候，又算什么呢？”耶稣基督不但为他自己复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带给我们平安、喜乐跟盼望。这些都是可以凭着信心领受的。还有他秀出他的手的钉痕跟勒痕，就发现，他的肋旁的那个伤口不再流血，但也没有愈合，所以让门徒们去确认那个身份，就治愈了他们的怀疑。刚才是治愈他们的恐惧，现在治愈他们的怀疑，所以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说：“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耶稣基督就应验了。复活的耶稣不只带来平安，也带来喜乐。平安胜过什么？胜过恐惧。喜乐胜过疑惑。所以4福音里面唯独约翰福音提到耶稣手上的钉痕跟肋旁的伤痕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翰福音特别强调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真实性。所以那个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说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而这时候耶稣的复活是真的，钉痕勒痕都是真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耶稣做了3件事。来，这3件事都蛮特殊的。
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差遣他们第一件事是给他们平安，第二差遣他们，父怎么样差遣了我，我也差遣了你们。然后呢，这是第二件事情，第一个问安，第二个差遣，第三个吹一口气，说你们领受圣灵。接着呢，说你们负他们使命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都得赦免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门徒们，他们就成为中保，来父差遣耶稣，然后耶稣又差遣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一些人，耶稣是我们天父跟我们中间的中保，然后呢，他又差遣我们去，好，耶稣差遣我们，我们又出去，我们又变成新的中保。我听说有个教会，他们有个中保祷告会，我是蛮感动的。然后我们成为中保以后，叫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的福音带给人很大的影响。福音有2个意义，一个是带给那信的人是拯救的大能，所以他们就得到罪的赦免。但福音如果不信的人呢，就带给人一个审判的大能，他们的罪就被留下。然后接着呢，吹一口气的圣灵的大能，这使我们想起以西结书第37章，那说上帝使枯骨互相结合，然后呢长筋生肉，然后包上新的皮肤，然后吹口气，他们就活过来了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领受圣灵的能力，并且圣灵的能力呢传出去的时候，当我们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请问那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怎么说？上帝的话是什么？都是圣经的话，都是什么？上帝所默示的，英文是 God breath， 那个意思就是希腊文的意思是说，上帝吹过气的。上帝曾经对一个泥土吹了气，那个泥土就变成什么？有灵的活人，就是亚当。所以，当我们凭着信心宣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上帝的圣灵会感动对方，使对方会得到生命。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去宣讲耶稣所教导的，去完成耶稣的使命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复活日的那个晚上，耶稣所做的工作。好，当时只有几个门徒在，10个门徒。谁缺席了？就是多马。多马这个人，当时他们叫他什么？低土马，想形象想形象低土马。这个多马的意思是双胞胎，其实是指着多马这个人的性格有2极性同时有了，意思是他这个人又忠心又怀疑的双重性格。所以那些门徒对他们说：“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”来，那个门徒对他说这句话的希腊文 elegon 这个字是未完成式，意思就是门徒满心欢喜的、个别的或者同时的跟多马说了再说，说了再说，不断的在说我们看见主了。结果多马说：“这个代志，自从我生目睭发白，唔捌看过人为死人中割哇，对不对？”其实没有啦。上礼拜是谁复活？不是啊，对，耶稣复活，对，是上礼拜。上礼拜呢，拉撒路复活了，他亲眼看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疑惑，奇怪，门徒也疑惑过耶稣，但是他们看到耶稣就相信了。可是多马的怀疑最大，要求最多。他大概想说，耶稣已经死了，我何必呢？又毫无证据的去宣认耶稣已经复活，那加添犹太人对我们的敌对，那简直自找死路，对不对？所以多马要求那个值得信的凭据，他说：“我要触摸耶稣基督的钉痕，我要用我的手指头探入那的勒痕，我要查个究竟，否则我坚决不信。”其实他才经历过拉撒路的复活，他开出的条件很固执。
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总是不信。”约翰福音4章48节。好，其实多马就代表你我们很多人，尤其我每次多马在讲话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多马跟腓力啦，他们讲出来的话就是我想要问的啦。那等一下我们再谈看那种这个，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的强调眼见为信嘛，对不对？眼见心意比利病，但是信仰是出于圣经的报道、跟门徒的见证、跟圣灵的感动，不是出于我们眼睛看得见。好，那约翰福音好几次，我们来讲一下多马。多马这个人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里面的那个门徒里面的代言人，门徒的代言人，你知道吗？举个例子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在复活拉撒路以前，他有没有他对门徒说，约翰福音11章15节说，他说：“我为你们的缘故，我要去看拉撒路，好叫你们相信。”他去探望拉撒路的时候，门徒跟他说：“主啊，拉比，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扎你呢，你还要往那里去吗？”约翰福音11章18节，11章8节，他说：“主耶稣啊，你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那你这简直是自投什么罗网啊！”而那时候多马说的是一句话很精彩啊，多马号召其他门徒说：“来啊，我们跟他一同去死吧！”有没有？多马讲这句话，所以多马真的只有他真诚的回应耶稣的邀请，展现那种勇气跟忠贞，他愿意跟耶稣一同怎么样赴难。其实讲另外还有一个讲的人就是彼得嘛，对不对？说愿意跟耶稣上油锅，下油锅，上刀山，结果他漏跑了嘛，3次不认主。你有没有发现多马这么勇敢跟忠贞，但是他的性格的深处隐藏着悲观。他认为跟随耶稣就死路一条，看不到盼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既然看不到盼望，就死了算了吧。他缺少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从容。他想为了爱而死，很像电影《卧虎藏龙》，有没有看过这电影？《卧虎藏龙》里面那个的结局啊，那女主角从高处就怎么样，一跃轻生，跟我们基督徒不一样。我们基督徒的爱是带着盼望啊，不是悲观的啦。啊，那个多马就是悲观啊，对，要说一定是死以后来这一题，就这样子。好，第二次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”然后呢，他说：“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对不对？”结果多马就讲说：“主啊，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啊，也不知道那条路啊。”多马问那句话实在深获我心。要说你是不是遭遇对啦？耶稣所说的路，耶稣所说的那个预备地方，是指着那永远的天家啦。然后说我再来的时候，是指的主末日再来啦。结果耶稣所讲的话，他都把它听成用人的角度去解释，以为是耶稣要在城市的地方，在我们人间呐，为我们找到一个乐土啦。那我们又住在那里啦。结果他的提问引起耶稣讲了一句名言，就是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”所以耶稣基督讲的是通往天父的道路啦。结果他把它听成这个，所以多马讲这句话引起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我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意思就是我的死而复活，是为你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你们借着我的死，你们不用再死；借着我的复活，你们可以到天父那里去。”那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接着来看26节。过了8日，门徒又在那里的时候，多马跟他们在一起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，又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你知道这一次耶稣是在复活日的今天，就是今天的晚上，耶稣专程为多马再显现一次。
满足了多马的要求，允许多马对他要求的验证，对多马说：“来，伸出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。”其实是原文是看的，看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迷惑，总要信。多马在门徒的团契当中，总算真正的触摸了耶稣复活的基督，他信了，他就从心里发出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”28节。好，我们来看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28节这里有很特殊的多重的意义。第一个，多马的宣信，confession， 宣告信仰。多马的宣信是约翰福音里面写作的目的，因为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是要我们跟多马一起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我的主，耶稣基督是主。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1节说，道就是上帝。在福音的尾声里面说，耶稣就是上帝，就是主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首尾呼应，在告诉我们耶稣的追随者，他们经历了多少的困难，才领悟这个真理，所以把耶稣的身份彰显出来。好，多马的宣信也是他们信仰的最高峰，因为耶稣在的时候，门徒呢，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相信，所以约翰14章第8节，腓力在最后的晚餐说：“主啊，把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”这句话也是我很想问的。如果我遇到耶稣也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耶稣也是人啊，把父显给我们看，天父显给我们看，就满足了。凸显这个门徒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耶稣。希腊的戏剧都到最后的时候才达到高潮。所以多马这个人不轻信人言，对团体门徒整个团体对他见证，他也不为所动。其实按照《申命记》19章15节2个人以上做见证就成立了，可是他偏不信邪，提出那么多的条件。好，所以等到这个最怀疑的多马，当耶稣基督碰触他那心灵深处，他心悦诚服的相信的时候，他的信仰跳得最高，了解吗？跳得最高，所以就出现约翰福音的最高潮，对耶稣基督的宣认：你是主，你是上帝。所以，我们对于那些喜欢怀疑的人也不要那么轻看了。这一些人他虽然这样子，但是他会谈得最高。好，第3个观念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是犹太人，因为他们是唯一神论，所以他们绝不称人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而且这句话是出于诗篇35篇，以色列人称上帝称为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我的主就是阿多奈嘛，他们称耶和华不敢称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字，所以第10届的以后，他们称耶和华都称阿多奈，我的主嘛，那我的上帝嘛。所以犹太人他们控告耶稣，就说你自称为上帝，上帝儿子嘛，是亵渎嘛，所以都要把耶稣定死罪。这约翰福音19章第78节。如今多马竟然勇敢的说，宣认耶稣基督这个眼前死而复活的基督，战胜了罪恶跟死亡，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，而且他把自己启示给我们，他启示给我们的上帝。所以多马承认耶稣是主，他所宣讲的是真理，他的真正身份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多马的信仰达到最成熟，而且讲这句话准备要让犹太人打死，了解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打死我，我也宣告耶稣基督是主了，这意思。最后讲到我的主，我的上帝那个圣奥古斯丁解释说，他说圣多马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是真人，耶稣是真人嘛，看见真人有手有肋旁嘛，但他所相信的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真神，这样了解吗？耶稣是神而人嘛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嘛，好，是真人又真神。所以多马其实是宣认说，耶稣你是上帝道成肉身，显现在我们当中，你被钉死复活了，你还会升天，
对不对？我的主，所以你就是创造世界以前就存在的那一位。所以多马是串联的复活与升天，贯穿了超越整个神迹的表面，看到那个启示。另外一个，我的主我的神也给我们看到用第一人称单数，我表示信仰是个人的终极的关怀跟抉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。我没办法代替你信，我不能越俎代庖，也不能委托他人，对不对？真的没办法，唯独耶稣可以代替我们死。我最近带给我朋友说，要保护你的身体，因为器官太宝贵了，而且呢又不一定买得到零件，同意吗？肝不好了，你要换肝也不一定换得到。好，最后我们要来谈的是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来分享最后2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绣出手上的钉痕跟肋旁的伤痕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，第一个意思是团体所见到的见证是绝对可靠的，是他们亲眼看过、亲耳听过、亲手摸过，就约翰一书1章1节所讲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事实，是历史上的事实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来看耶稣的这个钉痕跟勒痕。很特殊的是，耶稣复活以后，并没有除去他过去所受的一切的痛苦。有没有发现？耶稣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甚至可以穿墙而入。我们将来以后，每一个人都会变成荣耀的身体。那时候我看到萧平就是怎么样？不会发苍苍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我也不会视茫茫，而齿牙动摇，而血压高，而血糖高，不会。我已经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同意吗？真的变成一个新造人，那时候我已经不会有残障，也没有智障，更不会智障了，了解吗？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。那时候，哇，还非常美人。但是只有一点是什么？耶稣的复活变成全新的人。但是却是伤痕还在，所以耶稣的复活凸显耶稣复活没有消除他过去所受的一切的痛苦，反而展现他痛苦的功效跟价值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以他无穷的大爱为我们而死，看起来好像失败，其实却获得复活的荣耀跟胜利。这是苦难、死亡跟荣耀复活整合起来。如果耶稣只有苦难而没有荣耀，那耶稣是悲剧一场，同意吗？值得同情，但对我们人生的痛苦爱莫能助，对不对？只会觉得说大家一起哭嘛，反正都会死嘛。但是如果耶稣只有光荣而没有苦难，那耶稣的复活是虚无缥缈，令人憧憬，无力支持人生的奋斗跟痛苦，了解吗？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佛教里面的西方三圣，有没有听过南无阿弥陀佛？为什么北方没有人信佛教，南方没有人信佛教？因为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的意思是顶礼啦，阿弥陀是无量寿啦，去敬拜一个无量寿的。可是历史上没有阿弥陀佛，没有。南无观世音，历史上也没有观世音，没有呢。大势至菩萨，历史上也没有。那是佛经里面编造出来的神话人物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所谓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我小时候我国小5年级就开始吃常斋呢，我3餐都吃斋呢，宵夜当然也吃斋啊。我真的吃常斋呢。我本来5年级以后，我本来6年级毕业以后，我本来就要去那个越南，我要去越南入空门。结果我爸爸因为我是长子，不让我去，不然的话，我在民国61年就在越南自焚了，抗议转人少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自焚了，就不会有我现在的我，好有趣。那时候我为了佛教我每天在练什么呢？练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是练那个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练完了108个才点一点。
哦，就有一个法船呢，哦，里面不知道几万点呢。我真的立志要1万乘以1万就1亿呢，我要点那么多呢，我那整天练呢，哎呦，我以后才发现假的嘛。耶稣基督的钉痕是真的嘛，道成肉身是真的，历史是人物是真的嘛，死而复活都真的嘛。啊，其他那种假，让人编出来，那种故事有故事的真呐，但是不能拯救人嘛，了解吗？猪八戒有没有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物？啊，没有，有没有猪八戒这个神明呐？有啦，各种行业都拜他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基督教的真理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显现的基督，是荣耀的基督，也是苦难的基督。他的荣耀、他的苦难都是真的。肋旁保持了伤痕，表示耶稣化苦难为荣耀，转化死亡成为复活。复活的是曾经死过的人。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值得信。第三个值得我们感恩的是什么？来，因此我们人生在世奋斗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生真的活得真的很辛苦，因为台湾现在血汗工厂嘛，对不对？活得真的血汗工厂，你们很难想象。所以我们的肌肤可能因为劳苦而疼痛、刺伤；我们的手足可能因为开垦而流血僵硬；我们的腹背可能伤痕斑斑，甚至肢体残障，最后我们肉身都可能死。但是基督显现的钉孔跟伤痕会保存到永恒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生所受的劳苦，在基督里都不是枉然的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的复活颂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的劳苦不是枉然的。”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基督徒怎么做工啊？做工就去变成当油灯呢？你知道什么叫油灯？把基督徒撞起来，脸上点油呢，就这样呢。把基督徒丢去那个狮子坑呢，把就丢入那个血斗里面呢。基督徒的见证受了苦，但是我们所有的苦难都会留在永恒的荣耀里去。这样了解吗？都不是白搭的啦，不是白搭的啦，真的好美好美。好，最后我们要再反省一个，就是讲到复活日那个晚上，耶稣基督特别针对没有出席的多马，然后第二天出席了。第二周，这2周我们来反省一下。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发现教会继承了主耶稣的使命？所以教会每次庆祝主的复活节，也在庆祝我们领受使命，接受基督的差遣，把喜讯带给人。父怎么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继承了这个使命，这个福音的使命，也领受了圣灵的能力。所以教会的意识越强，我们传福音的使命就越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，这个不是只有给传道人，也给我们所有的人。好，在这里讲到教会宣教的态度，继承这个使命。我们对这个使命的态度是：主耶稣，请问复活的基督，对于把门锁起来、关得紧紧的门徒，耶稣基督有没有遗弃他们？你们关门，你不让我进来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耶稣没有这样啦，对不对？我要来。你还给我关门，算了，我走了。没有啊，耶稣穿门而进啊，对不对？而一进来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你在冲上，我叫你去加利利，你干嘛去？你密他们家在冲上。”耶稣也没有这样讲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说什么？愿你们平安。耶稣没有谴责，耶稣只有带来祝福跟宽恕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的福音使命是要这样子做啦，而不是你有没有信仰说：“你死也好。”你也上地杠，我都喜欢做主人。我有一次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生病，我去看她，哎呦，她的女儿跟我讲说：“牧师，你的真好，怎么跟我们前任传道人不一样？我们传道人，我在小时候12岁都跟我讲，我不信耶稣会下地狱18层哦，那个民间是18层，我们基督徒19层。我被讲得多啊，我都哭了。我说不要讲了啦。”错了，复活的基督面对门徒离弃他，并没有谴责，只有祝福与宽恕。愿你们平安，对不对？
好，那给我们的使命是：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。这个权柄不是在讲道德方面的过失，而是指着拒绝与充满了爱的上帝建立关系，对不对？你拒绝了嘛，不是上帝不给你嘛？所以我们要求门徒同样的去祝福、去宽恕，不然的话你就愧做基督徒。所以我也认识好多传道人，他们喜欢在讲台当炮台，喜欢攻击人，然后让下面充满着罪恶感，他就很有成就感。这实在是很可惜。其实圣经上要我们做的是这个工作。好，所以我们呢，不是去做道德的仲裁者，而是不断的彰显上帝在基督里的爱、恩典、宽恕，对不对？好，彼得不知道耶稣有没有叫我们宽恕70个7次，而且 you must forget and forgive，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你要忘记，有一个牧师哦，每次被他的师母骚扰得很痛苦，他就讲了这篇道说：我们中间你愿意原谅人，而且愿意赦免，而且还会愿意忘记了请举手。结果发现他师母举手了，他就很感恩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结果一聚完会结束，跟师母吃饭，师母又跟他提醒说：你今天又犯了多少错，多少错？他说：你不是原谅我，我要提醒你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忘记还在提醒捶胸。好，其实呢，忘记实在很难啊。为什么要70个7次？譬如说，假设我想起林师母，上次欠我钱没有还，假设啦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亏欠他而已我想起来就很生气我说哎呀，我已经原谅他了，了解吗？半夜又想起来的时候说，那时候主耶稣我早上已经愿意原谅了，我晚上再原谅一次。这样了解意思吗？70个7次就是想到那个人就说主啊，我愿意靠你的恩典再原谅一次因为主耶稣也原谅我们超过70个7次嘛，我们就用这样包容人不然他想起来就很气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个弟兄被有一个牧师讲到说，若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让他打，结果他们一个信徒就站起来说，牧师你讲真的嘴巴伸过来就啪一巴掌，再转过来。我的牧师都硬着头皮被他打了，打了越想越不甘愿。讲完道下去以后，就拿着他抓住那个弟兄的头，就一边打说：“神的震怒藏在恶人的头上。”那是圣经另外一境界，不是这样的。原谅赦免的意思就是真的宽容。好，最后你知道吗？教会是获得信仰的桥梁。我们来想一下，多马在信仰的路上举步维艰，因为复活的基督对那个信徒团契的聚会显现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缺席。后来基督在显现给他的时候，也是在教会的团契当中。这表明教会是获得信仰的桥梁。耶稣要我们在教会中找到他，并且领受他的赐福。所以有人以为这个教会没有感受什么，他就离开。福音的启示是你离开教会团契，你的信仰只会更糟，不会更好。教会是属于每一个基督徒的。他的使命感是属于我们的，教会的祝福跟宽恕是我们领受上帝赐福跟宽恕的恩典。最后一个，我们来反省一下，那个多马怎么那么多疑呢？好多人都用多疑的多马来把它当作弟子戒，对，或者讽刺的对象。其实我们要想一下，不要对人这么苛责。因为多马处在惊吓中，如同那个大地震过后，对不对？那个失去家园跟亲人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怀疑上帝是不是存在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，但是信仰的对象是耶稣，不是人。这个故事呢，不是要我们去审判、责备多马，而是存着盼望跟应许。这个故事，耶稣应许照顾我们，不会遗弃我们。多马怀疑了，他还是不会遗弃他。绕跑了，他还是不遗弃他，甚至还对他再多一次显现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里可以看出盼望跟而不是说来笑多马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耶稣奉行天父的旨意，绝不丧失任何天父所交给他的门徒。这约翰福音第6章39节，所以他特别来显现，使他看见，也使他相信。6章40节，所以耶稣没有放弃多马，没有放弃还有，来，我们来想一下来。怀疑上帝不会谴责，不信上帝会谴责。怀疑是理性的困扰，不信是意志的抵挡，这两个不一样
怀疑是你会问问题是介于知与不知之间，所以你想澄清使你更了解。啊，不信是你怎么讲我都不信，我迷不信，这样了解吗？迷信也很可悲，迷不信更可悲，你怎么样我都不信。所以多马不是不信，多马是怀疑，而且不信怀疑的人他不会违背信仰，害怕的人是把信仰排斥在外。所以耶稣就呼唤多马，就好像他呼唤拉撒路这样说：“拉撒路出来。”了解吗？还好耶稣没有说什么死人出来，不然全世界死人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最后拉撒路出来。所以这个多马就成为一个敬拜复活耶稣的门徒，而且宣认耶稣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求你施恩怜悯我们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，我们共同来承担教会所承担的使命，帮助我们凤山卫理堂在这里继承主耶稣的使命，而且强调我们来做一个祝福跟宽恕的教会，使许多人蒙恩蒙福，也成为让许多人得到信仰的桥梁。主啊，也恩待我们中间有人怀疑的人，让我们的祝福宽容，使他能够成为一个信仰上弹跳起来，说我的主，我的上帝的人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